請大家同嚟到去睇我哋嘅聖經。請大家翻開馬太福音第28章18節至到20節。我哋一齊誦讀呢一段嘅經文。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二處嘅經文係提摩太後書，提摩太後書第4章。提摩太後書第4章第6節至到第12節，請聽我讀出。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你要趕緊的到我這裏來，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達馬太去，獨有路加在我這裏。你來的時候要把馬可帶來，因為他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益處。我已經打發推基古往以弗所去。今日要宣講嘅一個題目係還未完成的使命。我哋呢兩周，我哋稱佢叫做差傳雙周，即係話咧，我哋盼望多講一啲差傳嘅信息。剛剛喺8月20至23號，就係第7屆全球浸信會宣教大會喺香港舉行，有世界唔同嘅地方嘅浸信會嘅人士，或者關心呢個宣教工作人士，都嚟到香港嚟到出席參加。特別喺晚上嘅聚會咧，係坐滿晒人嘅。雖然個場地唔算好大，但係坐滿嘅，甚至咧閣樓咧另一個禮堂咧都有呢一個轉播。本說話咧有成幾百人在當中咧，嚟自世界各處當中嚟到參與，為要探討一個題目。呢個題目叫咩題目呢？呢個題目叫做宣教接軌，贏得萬民。宣教接軌，即係軌道嘅軌啊！贏得萬民。我參加裏邊嘅聚會嘅時候，我深深感覺到喺今日呢個年代裏邊，教會係好需要繼續嚟到去持守神所俾我哋嘅使命。所以今日我宣講呢個題目，還未完成的使命，還未完成的使命。每一個跟隨耶穌基督嘅人，佢嘅人生都係一個使命嘅人生。即係話，當你認識耶穌嗰個時候，神已將呢一個嘅大使命係俾過你噶啦，已經吩咐俾咗你噶啦。你接唔接受？你係耶穌嘅門徒，你都需要明白，需要遵守，都要履行呢一個使命。
所以基督徒嘅生命係呢一個嘅使命人生，帶着使命出去嘅，帶着使命喺你自己嘅生命裏邊崗位上邊嚟繼續為主嚟當中去傳揚呢個福音。主所俾我哋嘅大使命，到現今已經超過2000多年，但係仍然未曾完全履行晒。雖然福音大致上喺世界大嘅城市、國州裏邊都有福音傳道，但係有好多隱蔽嘅民族、少數嘅民族還未曾得聽聞福音，甚至佢哋還未曾有佢自己嘅聖經，而佢可以讀到神嘅話語，所以福音還未曾去到嘅地方，所以使命還未曾完成。嗱，呢個係事實喺度嚟。但環顧點解福音已經傳咗2000多年，但仍然未曾了當中去傳遍呢？福音還未曾完成呢？咩原因呢？當然種種原因相當之多，但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係因為接棒嘅人、接軌嘅人係不足。但係呢個唔能夠等喎，唔能夠等嘅，因為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莊稼已熟嘅意思即係話乜嘢啊？莊稼已經熟到透啊，熟到爛啦！啊，你唔去收割話咧，好可能咧佢係咁樣嘅就毀掉晒噶啦。因此啊，耶穌基督話俾我聽，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今日每一個跟隨耶穌嘅人，我同你都有責任，而當中要將呢個福音傳開去。無論在本地、在國內、在海外，我哋都需要嚟當中去還呢個嘅福音嘅債。我哋要完成主所俾我哋嘅使命。咁弟兄姊妹，無論你願唔願意，呢一個都係主頒布俾我哋，吩咐我哋都必須要做嘅。所以今日求主憐憫我哋，讓我哋得以明白神嘅心意，以致我哋都知道主盼望我哋在還有一點點嘅時候，我哋就要去做。弟兄姊妹，你有責任去做嘅。你只要帶一個人嚟到當中信耶穌，你已經盡咗你自己神所俾呢種嘅託付，繼續再做落去。我深信呢樣嘢，深信就係有好多嘅人因着你嘅緣故，都得着神所賜呢個救恩啊！剛才所讀嘅呢一個提摩太後書第4章嗰書，保羅講完咗佢自己要嘅工作之後，佢又講咗有4類嘅人，有4類嘅人士。今日我盼望透過佢所提出嘅名字4類嘅人士當中去思考，究竟我哋屬於邊一類嘅人士？還未完成嘅使命當中，究竟呢幾類嘅人係點樣嘅咧？盼望主嚟當中，藉着佢哋嘅生命再次提醒我哋。第一類就係至死忠心，呢個代表人物係邊個咧？就係使徒保羅。使徒保羅在大馬色路上被主選召，當光照佢嘅時候，佢心竅打開，眼睛打開，以認識耶穌咯。佢就一生跟隨主，並且被委派成為呢個外邦人嘅使者。佢一路嘅奔跑，雖然所走嘅道路上邊唔容易，但係佢仍然持守住主所俾佢嘅使命。所以當佢向亞基伯王面前要見證嘅時候，佢所講嘅嘛，我沒有違背乃從天上而嚟嘅使命。咁弟兄姊妹，保羅就係呢一個至死忠心嚟到去為主作工嘅一個代表嘅人物。保羅所走嘅道路係咪好一帆風順咧？唔係。如果大家你睇翻佢嘅經歷同埋佢所寫嘅書卷，佢所受嘅痛苦，我深信呢樣嘢可以講話咧，同耶穌有得比啊！同耶穌有得比。雖然耶穌係最大嘅，但係佢所受嘅危險、艱難、痛苦，同耶穌有得比。當然唔能夠超越過耶穌。耶穌將整個生命完全嘅嚟當放低為主，佢同樣學習耶穌一樣。但今日弟兄姊妹，求主嚟當中幫助我哋。原來做呢一個嘅教會跟隨主嘅工作，有神所俾嘅呢一個嘅盼望、使命、救恩臨到我身上。但係當我哋要走呢條道路嘅時候，
我哋都知道有好多好多嘅挑戰臨到我哋嘅身上。喺啟示錄第2章嗰處，當聖靈嚟到去感動呢一個嘅使徒約翰要寫書卷俾呢一個嘅7教會嘅時候，寫到第2間教會呢個士每拿嘅教會，喺佢嗰書當中，佢點樣嚟當中去講呢班弟兄姊妹係點樣咧？呢說話，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10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士每拿教會係代表住在呢一個嘅當時嘅教會當中，確係有一啲咁嘅忠心事主嘅信徒們，佢哋係受到羅馬政府呢個嘅人嘅逼迫，但係喺書記話，你要受嘅苦難，你唔需要懼怕。雖然魔鬼要把你哋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而當時呢一個嘅保羅，確實係真係在呢個監牢裏邊寫出呢個提摩太後書嘅，叫你們試驗，你們必受患難10日。呢10日裏邊咧，唔係一個好長，但都有一個嘅年份當中俾嘅裏邊係10日。如果大家睇翻基督教歷史嘅時候咧，就初期教會有10次嘅大呢一個嘅逼迫，大逼迫，直到主後325年，君士坦丁堡佢以基督教為國教之時，逼迫先稍為停頓。所以在之前主後直至到主後325年，果然有10次嘅大逼迫臨到跟隨耶穌嘅人身上。但係咪咁樣嘅緣故，就好多人就唔願意信耶穌咧？不是，剛剛相反。基督教有一個好好嘅特別嘅一個嘅特性嘅，你越逼迫佢咧，佢就越興旺。你唔逼迫佢嘅話咧，你俾好多好處俾佢，你俾咗好多呢一個嘅享受俾佢咧，佢可能咧佢仲閒懶，佢唔願意嚟。但當你願意俾佢清楚知道為主受逼迫嘅時候咧，雖然好艱難，佢仍然嘅嚟到當中忠心去跟隨主。嗱，呢個就係基督教嘅特性地方就喺呢度。今日弟兄姊妹，求主幫助我哋以保羅為我哋生命嗰種學習嘅對象，係至死忠心嘅。呢個話咧，你必得着生命嘅冠冕。雖然你冇咗生命啊，但你得着生命冠冕。而喺提摩太後書嘅話，神要賜俾我哋公義冠冕，因為我做咗我應該要做嘅嘢，由公義冠冕為我存留。嗱，咁弟兄姊妹，求主幫助我哋，還未曾完成嘅使命當中，第一類人就係呢個至死忠心嘅保羅。今日你係邊一類人？求主憐憫我哋，讓我哋學習保羅嘅一樣。至死忠心，喺我哋自己嘅崗位上面，喺我哋自己嘅家庭當中，喺我哋自己嘅場所裏邊，你要引領人嚟當中信耶穌。雖然有譏笑俾人譏笑，可能有艱難，但當你願意至死忠心嘅時候，你就能夠滿足主嘅心腸。求主嚟到當即節嘅聖經嘅真理，再一次提醒我哋。第二類嘅人物就係當中所講及到嘅一個人，底馬。底馬係中途離開。底馬呢個人嘅名字咧出現過好幾次啫，每次出現嘅時候咧都係提佢嘅名，就冇提佢做咩工作，冇提過。喺腓利門書，喺呢一個嘅呢個保羅其中一個書信，呢個哥羅西書都好似提過啲人嘅名字。佢咧係同我一齊嘅，同我一齊，但佢冇提佢做過乜嘢。暗示出呢個人啊喺整個生命嘅裏邊，雖然佢係跟隨主、認識耶穌咯，同樣侍奉主，但冇做任何嘢值得保羅寫書卷嘅時候將佢稍微講講。如果大家都睇翻其他書卷嘅時候，保羅好多時提名提呢個人我要在佢家中咧開呢個教會，咁講到亞居拉、百基拉，講到咧呢個其他人物佢好好招待我，你一定要好好嘅嚟當中接待佢。但講到底馬嘅時候咧，係完全冇提啊，只有提佢名字我同工底馬係咁多，冇啦。但講到提摩太後書呢度嘅時候咧，佢提咗一句說話，嗰
嗰句說話乜嘢啊？我睇翻聖經，睇翻提摩太後書嘅聖經，嗰書第4章嗰書，俾翻前面嘅拋波俾我。第10節，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嗱，當中係講乜嘢呢？就講到呢一個嘅保羅嘅同工底馬，佢係喺中途當中，嗰個中途係乜嘢？當保羅係在監牢裏邊嘅時候嘅。保羅寫呢卷書卷嘅時候，係在呢個監牢裏邊要寫呢卷書卷俾提摩太嘅。喺嗰刻裏邊，保羅被捉拿啦，但係呢一個底馬喺刻裏邊咧係離開住。一個中途嘅離開係咪等於佢 total loss 咧？唔係喎，唔係嘅。如果大家睇翻馬可都曾經中途離開過保羅呢個報道嘅行列。一陣間會講馬可，但佢卻係後來被稱讚嘅。但呢一個底馬喺中途離開主，保羅講咗一句說話，佢係貪愛世界而離棄主嘅，係貪愛世，好清晰講出嚟，佢係貪愛世界而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耶穌喺登山寶訓裏邊講咗一句說話，請聽我讀出嚟。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馬門。馬門嘅意思係乜嘢啊？財利嘅意思。耶穌喺呢個登山寶訓上邊咧講咗呢段嘅說話。佢一個人唔能夠侍奉兩個主啊，只係單獨一個主，唔係惡這個就輕愛那個，重這個就輕那個，係其中嘅一個你需要揀選。你唔能夠揀選神，又揀選呢一個嘅財利馬門。我睇翻現今呢個世界裏邊咧，我哋發覺到好多時候都真係好相似喎。好多人都因為財利嘅緣故而離棄咗耶穌嘅信仰。今日會唔會係我？會唔會係你咧？求主憐憫我哋，憐憫我哋。若果喺生命冊上喺當中有記錄過某某人因為貪愛現今世界緣故離棄咗佢自己教會，離咗佢嘅信仰，有呢種人啊，會唔會值得我哋當中再一次提醒咧？所以呢啲人係唔會完成主嘅使命。所以佢曾經係有一個咁樣嘅心志，我願意完成主嘅使命，但中途離開咗啦。會唔會值得我哋好好嘅提醒，要尷尬，以至我哋都知道我哋願意一生嘅跟隨主啦？喺約翰一書嘅第2章嗰處咁講，佢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嗱，今日弟兄姊妹，與主嘅話常存喺我心裏邊。耶穌當中嘅門徒猶大係咪唔認識耶穌咧？認識耶穌，12個門徒當中佢有份，但因為30兩個銀子嘅緣故，將耶穌出賣。日光之下無新事，以前有嘅，現在都會有，可能將來都會有。值得我當中好好提醒與尷尬，求主幫助你。呢個係第二類嘅人物。第三類嘅人物，呢人係名字喺保羅嘅書卷上邊唔係好顯赫，但保羅提到佢，呢人係乜嘢啊？係堅持到底啊！可能保羅呼召佢嚟幫下手啦，嚟幫我手一齊喺呢個佈道行列裏邊有份啦。咁大家睇翻啲名字嘅時候咧，都係一啲咩啊？即係綠葉嚟嘅啫，綠葉啊，幫下手。但係佢卻係點啊？係堅持到底，繼續做神所差派佢嘅工作。呢度我提出3個人物，盼望呢3個人物當中係有你在當中啊。第一個革勒士，只係一處聖經記載佢嘅名字啫，夠啦已經。喺神嘅書卷裏邊有名字記載，雖然咧唔係好多詳盡，
但都能夠描述佢係一個好忠心嘅人。夠啦，已經格勒士呢個人係保羅嘅同工，佢哋喺當中繼續持續嚟到做工作。雖然保羅在監牢裏邊，佢冇離棄，佢堅持到底。第二個人物路加，大家知道佢係醫生，佢係以醫生嘅身份嚟參與保羅佈道行列，做唔到啲乜嘢，冇乜嘢特別嘅嘢可以好特別提出嚟。但係我心睇落去嘅時候啦，唔係喎，真係有好多嘢可以做喎。可能保羅喺中途當中有唔舒服，有同工身呢一個身體裏邊咧發燒，醫生咪佔咗好大嘅作用在當中咯。甚至喺新約嘅書卷當中，呢一個路加福音書同埋呢個嘅使徒行傳都係路加嘅手筆所寫成嘅。因此，如果你睇到路加雖然咧唔係好顯赫一個人，但佢卻做咗好多好重要嘅嘢。多數做乜嘢啊？係幕後服侍嘅工作。嗱，咁弟兄姊妹，唔係個個都在前線，站在最前方嘅，更多需要人咧係在後方裏邊做幕後嘅工作。神唔會話因為你在前方就特別獎賞俾你，唔會嘅，唔會嘅，唔會以為咧你一定咧俾人獎賞，唔係嘅，可能稱讚嘅係你幕後嗰個支持你嗰個人，嗰個先係最重要啊！所以今日弟兄姊妹，你係咪呢一個幕後嗰個人？路加醫生就係呢個咁樣嘅人。願主幫助我哋，讓我哋能夠學習。第三個人物堅持到底嘅係推基古呢個人。推基古呢個人咧冇乜口才，冇乜嘢嘅才幹，但佢有一樣嘢嘛，跑得好快。以至咧佢可能身體強壯嘅緣故，跑得好快。以至咧保羅欣賞佢呢種咁嘅服侍，好多時候咧就派佢出差啊，係做乜嘢啊？唔係做講道喎，冇聽過推講道嘅，或者馬可啊、提摩太啊，可能都吹叫講道啊、服侍啊、教導啊，冇啊，推佢都冇做呢樣嘢，只係做乜送信啊，送信，將我所寫封信送到嗰處啦，佢就忠心做嗰個工作。喺聖經裏邊有咁記載過，以弗所書嘅咁記載，今所有親愛嘅忠心侍奉主嘅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嘅事情並我的境況如何全告訴你們，叫你們知道我特意打發他到你們那裏去，好叫你們知道我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們的心。喺以弗所書裏邊有咁記載，推基古就係一個咁嘅人。咁啊，弟兄姊妹，你雖然或者冇乜恩賜才幹，但在大使命嘅當中，你都可以幫助完成呢個大使命其中嘅一樣嘢，就係你可以幫助福音更大嘅廣傳開去。你係咪堅持到底嚟到服侍主嗰個咧？好似推基古嘅一樣咧？願主幫助我哋，幫助我哋，讓我哋每個人都在當中有份。喺我所侍奉嘅呢嘅日子當中，我見到好多弟兄姊妹，雖然佢唔曉得講福音，唔曉得講三福，唔曉得講做其他樣嘢，但係佢作好多願意在幕後支持傳道牧師嘅工作，以致福音就借咁嘅緣故得以大大廣傳。咁弟兄姊妹，求主使用你哋，成為咗傳福音、完成神嘅使命當中其中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人物，堅持到底。希伯來書有咁嘅地方中勉勵我哋，所以你唔可丟棄勇敢嘅心，雖然工作唔容易，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神所應許的。今日願意主嘅話係常存喺我心裏邊。好，第四類嘅人物就係接棒成全嘅人。接棒又繼續你要承受所俾嘅託付，繼續傳開去。接棒成全嘅人物，呢啲人係乜嘢啊？係有心志，係有託付，更加係年青嘅。三樣嘢都需要嘅，有心志，有託付，係有年青嘅。年長得唔得？得。
但係咧好多時會受好多環境嘅限制。宣教接軌啊，係希望更多年青嘅人士出嚟，以至你更多嘅人喺當中去接到呢一個棒。亦有3個人物，我喺當中去稍微講講。第一個人物係馬可。馬可雖然在中途當中曾經離開過保羅，但係保羅唔介懷呢樣嘢，就知道佢個心志係正確嘅，就讓佢跟隨呢個嘅巴拿巴去。後來就同保羅曾經會合過，在保羅嘅工作上面佢曾經幫助過，所以當佢寫信俾呢一個嘅提摩太嘅時候，你記得要帶埋馬可嚟啊！佢在傳福音傳道上於我有益。馬可做傳道工作上面係年青嘅，係於神嘅工作上邊係有所幫助。馬可，今日你哋係咪一個馬可？你哋咪神所用嘅馬可，願主幫助你，讓你都係被主所揀選，成全主所俾你呢個嘅託付喺你嘅身上。第二個人物提摩太，係保羅嘅同工。係保羅係刻意栽培嘅同工，在第2次佈道行程嘅時候就揀選咗呢個提摩太，就出嚟與佢一齊同工去做宣講嘅工作。提摩太佢年青，但保羅嚟到好好嘅栽培佢，嚟到教導佢，並且放手嘅俾佢做喺呢個嘅以弗所嘅教裏邊咧做牧養嘅工作。提摩太就成全咗呢一個工作。在以弗所裏邊咧，嚟到去做好教導牧養嘅事工。第3個人物提多，亦同樣係保羅嘅個同工嚟嘅。呢個提多佢咧係聖經話俾你啊，佢係曾經被安排喺呢個嘅革哩底島教會工作。當我自己翻查聖經嘅時候咧，我諗下，革哩底島邊度嚟嘅咧咁？睇個地圖，革哩底島咧就唔同塞浦路斯島，係希臘國嘅其中一個島嚟嘅。喺島裏邊嘅人咧，就有一部分人咧係猶太人，佢哋咧係當中咧係藉着保羅傳福音當中咧嚟得以宣傳得着信耶穌嘅路。呢個嘅保羅咧就曾經派過提多去到嗰當中咧，係做呢一個嘅教會傳道牧養工作。當我睇嘅時候，我好有興趣喎。點解？因為我嘅母會係在呢個小島上邊嘅，因為我好有興趣呢方面喎。睇下佢呢一個嘅喺呢個情況點咧？提多就喺嗰個島裏邊咧，要忠心嘅當中嘅侍奉。雖然曾經佢離開過，但係好欣賞佢喺呢個島裏邊咧嚟到去做牧養教導嘅工作。提多係保羅嘅同工，係專注於信徒嗰種嘅生命嗰種培育嘅事工。佢去到呢一個嘅後來去到呢個達馬太地方，就係現今嘅我哋曾經聽過呢一個嘅南斯拉夫同埋呢一個嘅阿爾巴尼亞嘅邊界邊壤嘅地方當中，喺嗰當中咧嚟到侍奉，喺度侍奉。提多就係咁樣人。所以第3、第4類嘅人物係接棒成全，係為主完成未完成嘅工作。現今嘅世代好多嘢都需要有年青人起嚟做接棒。傳道書講話一代過去啦，已經呢一代過去好快就過去，但一代要嚟啊！呢嚟嘅人喺邊度咧？但係呢個係今日值得整全嘅教會、浸信會嘅教會好嘅思考。最近呢，係聽到咁嘅消息，有幾個過去忠心侍奉主嘅老牧者，相繼嘅係安息主懷，都同我有少少關係嘅，好少少嘅少少關係。第一個林獻高，大家都聽過，或者年輕嘅咪未聽過，上咗年紀嘅人一定聽過林獻高呢個人物。佢嘅爸爸林保羅牧師係浸信會嘅牧師，
佢曾經嚟過香港，喺建道神學院裏邊咧嚟到接受呢個造就。咁啊嚟到，因為佢浸信會嘅爸爸浸信會牧師嘛，所以佢去到長洲浸信會嗰處參加聚會。我喺長洲浸信會牧會嘅時候咧，就睇過呢個人嘅名字喎，林獻高，好有興趣，因為咧好多時都講佢嘛。咁我曾經咧就去過呢個廣州大馬站嗰時咧，探訪過呢位嘅長者。咁啊同佢有少少交談，又講翻去長洲嘅嘢，佢好清楚知道喎。邊個傳道啊，邊個弟兄姊妹啊，好熱心啊，而家情況點樣點啊咁樣。佢好記得好清楚。當我去嘅時候咧，嗰時唔係咩聚會日，唔係一個聚會嘅時候，但係好多人都在當中嚟到想見阿林獻高啊，因為我哋從香港而嚟嘅，所以佢特登咧嗰啲時間嚟見我哋，同我哋傾下偈，咁啊介紹下佢嘅工作，同埋咧佢俾我睇到佢得到唔單止本地嘅人當中去欣賞佢，甚至到咧係好多呢一個嘅海外人士都好接見佢，甚至咧總統都接見過佢。最近咧林獻高安息主懷，咁我又唔知道，因為我冇上去參加安息禮拜啊嘛。咁我哋嘅校友同工林國章牧師，佢話我有上去啊，我上去睇啊咁。哇，幾多人參加佢安息禮拜啊？3萬人，3萬人參加佢安息禮拜。當然唔係即刻堆埋咁樣，係出轉咁樣參加佢安息禮拜。咁佢 WhatsApp 俾我睇喎，WhatsApp 俾我睇係好多人，出邊有好多公安喎，喺度攔住，唔准越過界等等。但係雖然好多人攔住咧，有3萬人去參加佢嘅安息禮拜。林獻高先生係被主所使用嘅一個人，但係佢一代一代嘅過去，但仍然忠心嘅侍奉主。好感謝神。第二個包會元牧師，點解同佢有少少嘅連帶關係咧？我唔識得佢，佢係播道會嘅總監嚟嘅，我又唔係播道會人士，點會認識佢咧？因為咧佢就成為港九培靈會大會嘅講員其中一個。咁完咗聚會之後咧，咁當時嘅堂委咧，我哋都邀請埋咧所有嘅講員陳繼輝牧師包會牧師同埋焦炎聯牧師，當時三個牧師，我哋一齊食晏晝。咁當日咧就執事咧就請我話：張牧師請你揸車去接送佢哋啦咁樣。我哋揸車，當時嘅揸車真係好緊張，因為3個大牧者坐喺我後邊嗰船。另外咧最重要咩？當時下咗大雨落大雨嗰時我心裏邊真係好緊張，有乜嘢差錯咧？影響咗全香港嘅培靈嘅大會咁食完晏，一個個送翻佢哋去翻酒店裏邊嚟當中去居住。所以同包會元牧師有少少嘅片面嘅認識。佢係一個外省人嚟嘅，佢講啲國語咧好多時候咧係要人聽得好留心聽，然之後先聽得清楚嘅。但好有能力，好有信息，當中俾我好深嘅敬重呢一位嘅牧者。最近佢主懷安息，但好多人都懷念住呢一位嘅牧者。第三個，黃廣堯牧師就係協和神學院嘅前任嘅院長，係主懷安息。我哋唔認識佢嘅，但係我哋觀塘浸信會曾經去過協和神學院當中咧，去探訪過，佢好熱誠嘅招待我哋，出嚟招待我哋，而且介紹佢學院俾我哋執事，俾我哋同工了解認識，所以同黃廣堯牧師有少少嘅認識，知道明日嘅早上9月2號就喺廣州嘅殯儀館出殯，賣咗《基督教週報》，所以同呢3位牧者有少少片面嘅認識。一代過去，一代要嚟，邊一代邊啲人物係邊個人去承接住呢一個嘅呢一棒今日年輕弟兄姊妹們，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能夠明白主嘅心意，還未完成嘅使命，
係需要我哋而家呢一代嘅人好好嘅明白神嘅心意。主係吩咐我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要打發工人出嚟收他的莊稼。我一齊讀一段經文，請大家一齊讀馬太福音第9章。第9章，我一齊讀呢段經文啦。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求主憐憫我哋。主既然講出而家係收莊稼嘅時候，已經熟啦，可以收割啦，求主嚟到差遣莊稼嘅工人出去收主嘅莊稼。所以喺整個嘅信息嘅裏邊，話俾我哋都知道，福音還未曾完成，但需要繼續嘅進行在當中，宣教接軌，贏得萬民。今日係咪我哋中國人嘅當中接最後一棒呢？我真係好想，但係未必咁容易。有人話咧，福音要傳翻到去耶路撒冷，但最後一棒邊個接啊？我真係好想中國人接，因為呢個係我哋嘅福氣，但唔係咁容易。求主憐憫我哋，憐憫我哋。呢4類嘅人物，你屬於邊一類？求主幫助我哋，透過我哋所讀嘅聖經、所領受嘅道，俾我哋好好嘅反思，好叫我哋能夠可以完成主所俾我哋嘅使命。願主幫助我哋，我哋同心嘅祈禱。求恩主藉着聖經嘅真理再一次提醒，讓我哋都知道使命還未曾完成。今日現今嘅信徒、浸信會嘅信徒都應該明白知道，讓我哋被主嘅靈嚟到當中感動，被主愛激勵，以致我哋願意嚟到為福音嘅緣故而擺上，願更多人都得着神嘅救恩。求主幫助我哋，我哋禱告祈求係奉靠耶